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基隆条景公园的路仔口昨向崩山，几啊台车拢互土石陷着，甚至有一台轿车佫互摔落去海边。警消有救出2位受伤的民众送病院治疗。因昨暗头确定无人受困伫咧土石下骹了后，就开始施工，赶紧要甲这路拍互通。 几大片的土石向崩塌，现场看到民众更加一直大声喊崩山，为民众惊人。连续落大雨影响，基隆市北宁路条景公园路段，车山下晡向崩山，土石走动车道停伫边仔的车，去互土石击着，还有车规台摔落山坎，真侪台汽机车受损。一个为客人车内逃出来的民众讲，想落也阁会惊。落石，我当时还想说要不要掉头就走，因为我想落石就不是好事嘛。谁知道他来的那么急促，石头这么大，比我车子还大，就给砸烂。 为空中看落来，崩山地势规个山坪现出来，树仔也拢无去，范围真宽。因为案发地点横跨基隆甲新北，两边的警消人员拘捕了后，拢派大电人力前往抢救。随后救出姓王甲姓陈2个伤者，送往基隆中基病院救治，好甲再拢轻伤。考虑现场挖建一个小型油槽，市府人员烦恼路石影响油槽现场临时监控路石情形。实在山坪防护工程的专家嘛到现场了解甲关心。主要我们评估啦，因为最近不是地震频繁嘛，再加上北海岸这边连日下雨啦，造成它的岩体裂隙可能里面富含水分，造成它岩块的崩落。还是建议主管机关能够在这边的这个边部能够加强做一些边部安全的巡检，这定期性的要做工程的一个补强的措施，来让这个灾害降到最低。伤者已经送医救治，本来传出吊伫车内民众确认平安，经过再三检查，确认无人吊伫内底。尾暗的时阵，工程单位开始用机具拍碎土石，因为土石的面积伤宽，一定要1礼拜才会当抢修通车。记者综合报道。 基隆条景公园发生崩山，正8栋的大树头拢连落来，看到是真惊人。好在这届2位受伤的民众是拢无生命危险。因工程单位按算上紧爱6月11，也就是5日节连假了后，才发度甲这个路段拍通。用无人机3D 建模，正清楚看到条景公园现主时的状况。12000立方公尺的大面积土石崩落，大型的石头有要到50粒，相当的要到100栋。工程单位透明抢修，大粒石头爱钢碎才有法度清，估计上紧爱11早起路才会通。现场的这个崩塌的一个状况它的土石是从高度大概40公尺的高点落下来那整个崩塌的这个面积达到4400平方公尺土方的这个我们整个估计大概有达到这个12000土石吧。赶快跑，赶快跑！向阳崩山，现场的民众惊甲赶紧走，9台车1台乌托摆吊吊的。公路局这2天会先甲停车场边仔路边的石头清空，好内边的车会当先出。若若抢通车会当过时阵，会先甲挖山这边围起来做缓冲区，避免佫发生意外。哇，大崩山了！公路局办委托顾问公司用无人机空拍建模方式巡查，伫这个路段边坡，迄当阵研判是中度风险。不过普通时伫咧巡视时阵，规片拢有树仔无石头落来情形，这边意外是真突然。贵人市长谢国良也去边看2位受伤的民众。发生这个事故，然后伤势是有2位民众受伤，但是不是说特别严重，那也没有生命的这个危险，我觉得这是感到不幸中的一个大幸。因为现场石头正大粒，要攻破爱开时间，而且伫山壁顶还有一寡石头可能会落来，所以即马估计是管培府伫咧5月做连假进行抢通，上紧就要到6月11后礼拜2早起才会抢通。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基隆的条景公园以外，台九线苏花公路崇德路段，昨暗头5点外嘛有发生崩山，大量的土石顶伫咧车路双向拢无法度通行，加在无人伤亡。干部团有出动去抢修，原底按算昨暗10点就会当先互一边通车，不过因为又搁有土石崩落来，所以撑到今仔早起5点才甲路拍通。大粒石头崩落来，挡在路的。台九线苏花公路162.9公里崇德路段，初三尾暗5点外发生崩山，真侪石头挡伫咧路的，双向的车拢无法度过。警方伫咧管制站头前管制上北的车。
崇德隧道北端山地汤方主干双向道路，北上车辆在管制站前管制通行，然后公务段人员在抢修中，现场无人员伤亡。南部港务单讲，受到方面的影响，苏花罗龙局部地区对流分系发展正旺，河林到总地段中港河一阵一阵，边坡的土石正无稳定，现场放来土量差不多3000立方公尺，已经派人去处理。研判原因可能是因为前几天有下比较大的雨啦，那加上前阵地震它比较松动哦。对。那目前我们的机具因为它现在土石方的数量比较多，机具已经在现场，那要进行难抢通。本来估计是吹3暗10点会当成单线双向通车，不过在过程中，崩山的面积佫扩大，佫加上规堆的石头堆有10公尺悬、5公尺宽，要到30楼悬，增加工程的困难。最到初4早起5点才抢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各地温度会略略回升，天气嘛会变较热。咱做回来看温度。今仔日北部、东半部地区高温会升到27度、28度，中南部悠悬会热到30度、31度。另外，因为中国华南地区有一波锋面团咧发展，连带台湾周边的水汽变高，日时山区会搁较敖落雨，平地嘛是侪云，可能会落阵雨的天气。因若过到山区，尤其中南部有可能会落青光大雨，提醒观众朋友出外就要会记得早雨伞，而且就要注意安全。前2天南部落大雨，地势高频溪变弱。自来水公司有先对南化水库逐工调30万吨的水来支援高雄的用水，目前是无欠水的问题。因若这雨落甲遮尔大阵，伫屏东车头嘛传出咧漏水的灾情。蔡道的水有土山为高雄屏东山区流向高屏溪南河县经过1月2天明显落雨了后，原水落到为平常时的300到400 NTU， 增加到100 NTU， 甚至个不超过这数值。所测得到的大概就是300到400 NTU。那在昨天晚上最大的一个泥沙浓度有到达16000 NTU。高屏溪南河县管理中心表示，原水落到超过1000 NTU， 就利用透过河流水来透布后桥等水头好天，落到有希望降低。不过高雄无大型水库，拢爱靠高屏溪南河沿。水公司七区管理处表示，目前原水落到超过处理上限，会调用南华水库提供30万吨原水来支援。依这个水量，再加上高雄地区的自有的地下水，还有浮流水，还有我们的水库的这个因应，可以满足高雄地区的这个用水。自来水公司表示，目前高雄供水无问题，民众免烦恼。不过这一摆落雨，然后屏东车头站内落小雨，可能不够完善之类的，需要改进嘛？水位天棚地落来边个放水桶接水，民众车子翕到画面。过一天，中会现场已经无漏水，其他所在各有涉水，这已经是老问题。疑似是结构设计所造成的，不过这个进程代替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前一阵新竹市的主体大楼火烧，造成2位消防人员损失。即阵就议员讲收到人提供迄当阵，因2个咧喝酒人的无线电录音，上尾一届讲的地点所含消防局讲的完全无同款。消防局长李世强强调，这录音档拢有转录做文字，一定会来调查清楚。另外嘛，要查明是安怎管制站无因2个名字。再来看《中国时报》。一伙囡仔开开去互年母苦毒到死的案件，检方已经正式起诉年母姊妹2个人。开开家属会当来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180万，不过因为开开老母互通知老爸唔知是谁，其他的家属嘛无人会当去申请，所以开开老母若是10天内无出面，就无法度去申请这个补偿金。落尾是自由时报。台中一位女性为着要减肥，听人介绍伫线顶对越南买超过10公斤的减肥产品来台湾，结果伫咱的海关却互查到有毒品的成分，警方追查到这位女性，伊讲家己要食的，而且嘛无打算要犯罪，不过警方也是依法来甲伊上班。再来看是药署公布今年3月到4月鸡鸭鸭水产品的药物残留结果。
抽验的585件内底有5件验出药物残留，其中2件是伫咧中华的畜牧场，因的国产鸡卵有验出药物残留，拢罚款3万块。有问题，这些产品嘛拢总爱销毁。真鸡卵封打封条，全拢袂当卖啊！因为这鸡卵封检出内底含有袂当检出的药物，也防被影响的中盘商真无奈。依我知道，一般都是那个饲料桶交叉污染到。食药署初三公布今年3至4月检测禽畜水产品药物残留结果，抽检的585件产品有5件互验出动物用药残留，无符合规定。包括来自中华两间畜牧场的鸡卵2件分别属于南投甲云林畜牧场的国产鸡肉，加1件中国进口的虾仁，全部拢依法违法。已经由地方政府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各裁罚3万元，合计裁罚12万元。以上5件不合格产品总计裁罚24万元。互验出药物残留的2件国产鸡肉，其中1件是伫台南全联被高原火山乌骨鸡测地，另外1件是苗栗南苗市场马上为云林畜牧场进货乌骨鸡。那2件未当验出药物残留的问题国产鸡卵，拢来自中华，是宝岛的水城甲宏远的永路2间畜牧场，分别互验出虎甲黄硫霉素甲奶卡巴金。其中水城畜牧场化验网强调所用的并是禁药。现在有可能是代谢比较慢，那刚好就被查到啊。但是它是可以使用的药物，但是不能用在蛋鸡，生蛋的时候是不能使用，是会有这个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呢，你如果说吃的量比较大，当然很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医师表示，虽然互验出的剂量无悬，也毋过食济啊强健的会累积伫体内，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彰化县东方所表示，2件问题鸡卵拢总回收1406粒，已经报废销毁，请民众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宝林地石发生食物中毒的案件，到今已经过2个多月啊。就受害者质疑，头先台北市长蒋万安讲会替大家出医药费，不过到今拢等无。市府嘛无对宝林地石的负责人申请加扣押，烦恼业者若是走无去，因会讨无赔偿。法务局即马嘛有出面来解说。今年3月底，台北县议湾表宝林地石发生食物中毒案，造成35人身体无拄好，有4个人不幸死亡，也有2个人伫住院。头一个当前出院的患者黄淑君表示，经过22天加死神伫车病，总算治疗好出院。不过，这么济的医疗费用是患者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当然是很希望可以尽快就是收到那个赔偿金啊，或医疗费用啊，因为这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一笔费用。有周刊报道，有一个同情住院家属控诉，当初台北市长蒋万安，伊讲要支付所有同情治疗费用，不过即马60万块医疗费用，因为厝内经济有困难，只好先甲亲友借钱。他们的相关在加护病房的医疗费用，我们市府考量到他们这些沉重的负担，愿意来给予支付。另外，要受害者质疑台北市政府拖延无对宝林负责人李丰宪提出假扣押，怀疑业者早就脱产，烦恼赔偿无希望。对这代志，法务部驳回讲，宝林事件市政府不是受害人，加上若是有假扣押的需求，市政府会补助费用。目前大部分受害人偏向由小机会协助，提起团体诉讼。我们也有委请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及消基会做过评估，目前2会也认为，因为宝林茶室的财务状况不好，所以没有提出假扣押申请的必要。因为发票不是开宝林的发票，它是开百货公司的发票，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来一起来负连带责任才对。法务局讲，受害者选择个人诉讼还是加入团体诉讼，这2个拢是独立的庭事。市政府尊重每一个受害者的意愿。消基会嘛，预定6月13要举行团体诉讼说明会。若是宝林地石负责人，也甲总部顶5个相关人员，目前是无出境记录，也是受检方限制出境的处分期间。记者综合报道。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初2暗时伫咧台大演讲。辉达伫台湾的供应链厂商，包括着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广达的董事长林碧丽等等的大人物，拢有到场来参加。
黄正勋表示，台湾的供应链带动人工智慧发展。伊的演讲嘛刺激到车衫代购称权，收伫21536点起362点。辉大执行长黄正勋去台大体育馆演讲，呼应进前伊伫台大毕业典礼致辞，讲出社会了后，就爱拍拼各种的，唔通死守看行，爱做一个大人。So I cannot walk, I must run. We have a lot to cover. I have many things to tell you. 详细看大咖来听演讲的，有真侪是辉大台湾供应链的同伴，亲像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工大董事长林炳利拢伫大咖。黄正勋伫台顶展示因公司地球气候数位相生啊，会当预测未来地球出现的变化，买当预防天灾。它融合了人工智慧、物理模拟和观测数据，可以帮助国家和公司预见未来，并应对极端天气的影响。回头看过去的发展，为个人电脑 PC 开始革命的历史，未来 AI 嘛会展开一段新的产业革命，为 AI 工厂、机器人发展到所有人类。台湾是无名的英雄，却是世界的支柱。一起，我们推动了产业的复兴，辛勤的耕耘，让我们能够踏入崭新运算的领域。亲爱的伙伴们，你们是 AI 产业革新的后盾。NVIDIA 他们这方面，不管在硬体、软体方面，他们都看到很大的成长。那当然，这也代表我们台湾的机会嘛。NVIDIA 有很多协助新创的啦，或者这种帮助台湾做研发，我觉得我们会跟他们配合。黄正勋上尾以一段华语的影片，感谢台湾的企业乘做 AI 产业革新的靠山，这话嘛带动车衫代购开盘开悬走悬，盘中报到21577点，大起超过400点。数学部表示，未来 AI 是重要的产业，会甲辉达配合，鼓励台湾伫 AI 人工智慧的研发、新创甲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电脑展今仔日特别开幕，昨美国 MAD 超微的董事长苏姿丰有举办 AI 主题演讲，也佫有找国际级的合作同伴做伙来赞声。不过，针对进前有风声咧讲，因要伫台湾设研发中心，苏姿丰表示，目前也无明确的消息。应用 AI 电脑时代，手机啊晶片大厂高通总裁加执行长艾蒙车衫来台湾演讲，主题拢伫讲 AI 应用，嘛讲电脑伫要无降落。The PC is truly reborn. It's a new era for the PC. 艾蒙的演讲中展示家己公司平台，无论是 AI 运算效能，还是电池效能，拢有袂歹的数据，提供个人化、可靠性加兼有稳定性先进 AI 功能的运作。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you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specs, this is really what it matters. Temperature matters, battery life matters, and real performance matters. And I think that's very exciting, I think, for users. 除了展示家己公司的产品，艾蒙阁邀请包含微软等6间业者上台推广产品效能。不过，伫艾蒙举行演讲前，美国超微董事长苏姿丰车衫早起，以高效能运算走向 AI 时代的题目发表演讲，请台湾华硕董事长施宗栋分享合作的笔记型电脑产品。AI is our #1 priority, and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an incredibly exciting time for the industry as AI transforms virtually every business, improves our quality of life, and reshapes every part of the computing market. 引起台湾媒体关心的是，进前传出超微长向经济部争取补助，要伫台湾用50亿打造研发中心，包含台南甲高雄市政府拢积极甲超微握手。I probably don't have any exact information on the R&D centers at this moment, but we're looking at all options. 对研发中心，苏姿丰表示，目前也无确定的消息。不过拜日是台北国际电脑展的开幕典礼，迄天是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上台演讲。国际级的科技业头人拢伫台北国际电脑展出现。台湾半导体产业搁再透 AI 的强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纽约证交所车衫发生技术问题，引发市场混乱，嘛影响到这股市部分停止交易，害到巴菲特旗下伯克夏海瑟威 A 类股一升就落超过99%。目前纽约证交所是已经把这技术问题解决啦，所有系统嘛拢正常的运作。纽约证券交易所伫咧吹衫，因为出现技术性的问题，有卖家40支股票出现交易异常，并且规个暂停。因讲即马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看起来，即边各种唔是网络攻击。不过，伫咧这边间2点钟的时间内面，包括股神巴菲特旗下扑克夏海社会 A 股，敢若是帮势共款的，博99.97%，每日股自超过927400美金，变做185.10美金。不过问题并无扩大，即讲美国股市伫咧制造业数据无好，也个对经济增长的担心，大部分股票拢跌。 We've just made it through earnings, which were okay, better from the NVIDIA side of the world. 纽约证交所宣布，取消美国东部时间早起9:50分到9:51分之间的扑克夏海社会 A 股见效，伫603718.30美金，或者是以下的所有错误交易。有一间机构的经济商接受 CNN 采访的时阵讲，伊唔相信纽约交易所的解释，因为甲荧幕上离奇交易的数字斗袂起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墨西哥初二举行6党一届的总统、国会和地方选举，61岁的雪恩鲍姆摕到约6成的选票，成做墨西哥头一位查某的总统。不过，这回选举对竞选到投票拢有乌道帮派介入的问题，尚无有37个候选人去互暗杀。 大选投票结果，我5点钟了后，墨西哥选举官员初三透早1点外宣布，代表左派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竞争总统大位的雪恩鲍姆得票领先主要对手30个百分点，成做墨西哥史上第1位女总统。总计拉丁美洲一共12个国家是由女性所领导。Agradezco también porque por primera vez en 200 años de la República me convertiré en la primera mujer presidenta de México. 今年，离墨西哥妇女伫1954年得到投票权，拄好70年。墨西哥市市中心宪法广场，透明聚集几啊千人，欢喜迎接这历史性的时刻。61岁出身东欧保加利亚犹太移民家庭的雪恩鲍姆，原本是一位物理甲能源工程学家。2018年到2023年，担任墨西哥市市长，下定了后，伫现任总统罗佩兹·奥布拉多的大力支持参选总统。竞选期间，伊答应会延续奥布拉多的主要政策，特别是社会福利。不过，观察家指出，科家出身的雪恩鲍姆重视数据特殊，做代志强调计划性，而且更较有国际观。墨西哥总人口有1亿2900万人，登记选民人数逾1亿人。真侪投票所出口民调显示，投票率可能逾80%。除了总统之外，也要选出参众2议议员、几个州的州长甲市镇的首长议员。该选这回达到2万是2年来上侪。为竞选甲投票过程，也正做甲乌邦竞争的战场，至少有37个候选人互暗杀。南部恰帕斯州2个市镇的投票甚至因为暴力攻击，煞被迫暂停。¿Cómo es posible que los candidatos ya nadie quiera participar por lo mismo que hay una mafia tremendísima y que estemos a la espera de lo que esas mafias nos están manejando? El problema más grande que tiene México con Estados Unidos es el tráfico de armas. Si pudieran frenar eso, se acabaría la violencia en México. 雪恩鲍姆会伫10月初1宣誓就职，要处理的除了国内犯罪枪管甲散车问题之外，也有甲美国的关系，特别是跨境的毒品甲人口走私的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年是全球选举年，南非即阵嘛完成因的大选，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摕到40.2%的票数，这是30党来因头一届伫国会无过半，爱和在野党来做联合政府。南非的总统拉马福沙表示尊重选民的选择。经过大约时间的开票，南非大选结果出来，无任何但执政党伫国民议会中过半。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只得到40.2%的得票率，席次为2019年的230席，大落败到159席。南非总统同时也是非洲民族议会主席拉马福沙发表谈话表示，击败大选欢迎人民的意愿。They expect the parties for which they have voted to find common ground, to overcome their differences, to act and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of everyone. 另外，中间偏右的上大反对党民主联盟
得票第二，得到大约22%的选票，会出伫87席。东区史丁福森已经表示，为着避免阁有一摆涉贪的前总统祖马政府，伊准备好就共助联合政府甲非洲民族议会等其他政党协商。 Voters have chosen not to give anybody a majority, and therefore the voters expect now their leaders to, in a mature manner, sit around tables, discuss what is possible, what is not possible. 南湾议会实行2年制，由国民议会甲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组成，任期拢是5年。国民议会拢总设400个议席，其中200名议员是透过全国大选来产生，另外200名议员是由省级选举选出。根据南非宪法，新一届国民议会产生了后，国民议会会选出南非新一届总统。民众对这摆选举结果多数感觉欢喜。If we don't have one government that have the ultimate power, you know, at least if you've got 2 or 3, I think it would work better for us. Seeing for the past 30 years, I wasn't impressed about the present government. 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30年来头一摆失去国会多数优势，分析指出，是南非选民不满失业率无平等、甲欠电等问题所造成的。另外，前总统祖马领导的新政党民族之矛是得到58席，14.59%的选票。祖马却谴责大选作弊，也无啥可能甲现任总统拉马福萨做联合政府，和执政党恐惊会面临艰难的谈判过程。公视新闻电话林编译。日本全国新社会照条，互人乌白做、乌白放入。剃头电开通知，公视新闻将回应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头先来看，日本7月初3要发行新版的1万块、5000块、甲1000块的金票。日本财务省估计，因国内金融机构的金融机关的 ATM、卖车票的机台等等，伫发行新版的金票进前，会当完成8成以上的翻新。不过，停车场的录钱机啊、餐厅的点餐机啊等等，可能敢有5成会翻新。卖饮料的自动贩卖机，甚至可能只2-3成。再来看印度的大选，经过1个月尾，按算今仔日就会公开开票的结果。外界认为会是现任的总理莫迪甲执政党继续连任。因为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今年印度的高温破纪录，在选举期间，包括选务人员至少有50个人着刷死亡。奈及利亚的2大工会5月争取提悬基本薪水，甲政府来谈判。顶礼拜谈判破局了后，就展开全国性的罢工。就连送电的公司嘛发起罢工，撤掉电网。历史真侪地区拢面临着断电，连机场嘛拢关起来。镜头转来看国内，行政院长杜英台上任了后，头一件去视察海巡，强调会重视海巡人力的问题。另外，针对着中国国防部长党军伫香格里拉论坛讲，针对台美中的关系，伊的态度淡静的咧发表演说。杜英台表示，两岸双方都应该爱表示善意，唔通安尼歹喙互相来攻击。海巡专案空勤直升机出发执行任务，行政长杜英台上任了第一摆巡视海巡，因为57届特别教会海巡要加强为了骚动打击不法。也去应对中共一直亲门大户，国防部公布测试几天，查到8只强舰、4只海警船在台海周边活动，而且中国国防部长党军伫新加坡香格里拉对会，针对美中台关系发表演讲，美政府论调比以前更加强烈。杜英台表示，两岸应该互相释出善意，不应该口头攻击。外部干涉势力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的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正在把台湾引向险境。我们已经释出了很多的未来的善意的这个政策，那么我们也希望不要在口头上互相的做攻击。我们愿意做，我们也愿意等到更有
看到比较希望的那一天，也就是春暖花开的那一天。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甲军事战略研究 NGO 华盛顿战场研究所最近发布的报告中，分析中国伫未来5年可能分4阶段实施无开战就接管台湾的战略，为第一阶段封锁台湾周围海空域航线、切断海底电缆等造成动乱；第二步破坏美台关系；第3阶段提高军事威胁；最后目标是签署和平协议，加建立和平委员会，来完成中国对台湾的控制。就北京来看，现在是美国的驻台的动作越来越鲜明，政治操作者这方面作为一定会越来越大，军事的行动上面它会适当管控。学者认为，最近美国联合民国进行相关演习，家己外交定向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发言，拢带予中国更加具体压力，让北京当局有真悬的无安全感。不过，中国目前无希望破坏美中会稳的军事活动，研判对台海的适度管控军事动作，继续透过政治操作进行认知战。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友邦帛琉今年3月受到海客攻击，超过2万份的政府文件是漏泄出去，其中嘛包含着台湾甲帛琉之间的外交文件。帛琉的总统惠恕仁指控这是中国的变鬼变怪。纽约时报嘛讲，中国无排除是要透过这种步数来互台湾变做政治孤儿。有学者就分析讲，帛琉11月要进行总统大选，无排除是中国要透过这个方式来甲惠恕仁警告。Palau is open to tourism. We have many people visiting Palau to enjoy the sunshine. 近前来台推电观光，友邦帛琉总统惠恕仁甲台湾关系密切。几啊摆伫国际公开发言平台，即马传出今年3月帛琉遭遇重大网络攻击，超过2万份政府文件外泄，包括笔记机密资料，抑个代表关系细节文件。纽约时报引用帛琉官员甲专家分析，中国无排除利用入手软体组织实现孤立台湾等政治意图。外交部已注意到帛琉近期遭到网络攻击事件，已掌握相关资讯，并透过驻馆了解媒体所称泄露文件情形。帛琉总统惠恕仁表示，所有现象拢指向中国撤回网攻的方向。也毋过，中国却否认指控，批评帛琉伫立外学者分析，即摆入手软体组织偷摕资料了后，无注重谈判属性问题，加上帛琉位伫西太平洋重要战略位置，中国一直想要乌白角，而且11月就是帛琉总统大选，无排除是想要恐吓优待的惠恕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想要争取帛琉这个邦交国，当然就可以更加的孤立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是否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然后去影响目前的一个帛琉的一个总统大选？中国正前特别向帛琉开出介绍，讲会停办所有帛琉饭店房间，也答应当年投资2000万美金，换帛琉放弃甲台湾的邦交。学者表示，美国伫帛琉有军事设施，那台海发生冲突，帛琉位伫防卫台湾的重要航线顶，一摆帛琉互海客攻击，也会对美国造成安全的威胁。真有可能是中国对帛琉理由无成，想要改用其他方式施压胁迫。记者综合报道。咱外交部修改规定，伫护照顶头的英文名称、外语拼名等等，会当用咱本土语言的拼音去写咱无语的名字。到今这个规定已经修改有5冬外，所有民众投诉讲，伊要用教育部的台罗拼音去增加外语的拼名。外交部的承办人员说，毋若对这规定无清楚，甚至更加刁难剔笑。目前外交部是已经回释咧，嘛表示会搁加强教育训练。国家语言法典法自2019年开始施行以后，为了尊重台湾本土的语言族群，外交部有修改护照条例施行细则。伫护照内底的外语名、外语拼名，无论是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语，拢会当以英文字本标示。不过，所有民众都讲，一直5月20去换护照的时，希望增加台语文拼写的外语拼名，煞去互外交部承办人员刁难甲剔笑。我说嘛，伊就感觉这可能发音做好笑，伊就开始对我讲讲我做大声安尼，我就感觉讲伊已经要一个公务人员的站站，所以我就倒倒抗议。伊最后是讲啊，这个东西啊，我说了以后上面也不同意。第一讲伊家己大主大，伊讲外交部是无赞成咱用这个国家语言来写咧的名。民众表示，当时有提出教育部线顶台语词典所拼写的台语拼音来证明家己毋是黑白写的，但是对方的态度也是真无客气。有学者就指出，新规定施行到今已经5年多，承办人员对法规也阁无够了解，毋但爱检讨，外交部嘛应该加强语言意识的训练。
但是就是因为咱过去迄个中文的即个环境实在是太强势啊！即摆咱慢慢安尼改嘛希望当借即个机会，互大家知影讲，你的名无一定要用中文发音，你会当以你的本土语言的即个拼音去写。这件代志的当事人事后有向外交部投诉，外交部是回应讲，民众照国家语言的拼音来增加片名是绝对无问题。国人拟以闽南语读音作为其护照外文别名，是符合相关规定。外交部将持续加强人员的专业训练及服务态度，以维持良好的服务品质。后续当事人已经有摕到有票单记名的护照啊，外交部嘛有写批甲回实体。因为针对当时的承办人员，外交部解释讲，因为是其他机关的职员人员对护照规定无够了解，以后因会阁加强训练，避免这款代志搁再发生。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东山会认定救国团是国民党的赋税组织，有61地土地甲16亿3000万的现金，爱互国家收回来。最近，国民党的立委由号等37个国民党的立委就提案要修正东山条例，互人质疑讲就是要甲救国团讨回去。民进党的立委批评国民党靠势人数较济，就无法无天，呼吁民众党就要徛伫正义这边。经营超过1甲座的救国团金山青年活动中心，因为被判定是不当党产，去年底结束营业，收归国有。因为救国团被东山会认定是国民党的赋税组织，61笔土地16.3亿的现金转移国有，间接冲击到员工的生活，包含拿费由号顶37位拿费，最近提案修正东山条例。个别委员都有提出相关的提案当然都可以再做讨论。重点是行政机关如果不当的扩权，严重影响了公益团体的一个权益，也必须要来做检视。行政机关它是不是有不当的扩权之后，还对于许多的团体无限上纲的来做一个清算，全力的清算国民党，还去把这个公益团体这个救国团也算在这个清算之列。拿费草案版本认定赋税组织但书，强调捌隶属国家的人无伫这限制，高速的寄放为东山条例公布施行之开始适用，不过也引起立委批评，国民党靠立委涉处无法无天。柯文哲跟黄国昌过去都是站在支持处理不当党产的一方，所以对于党产条例，是不是柯文哲、民众党、黄国昌应当起义来归呢？联合其他的政党变多数以后要把它去受级的这样的来把它给推翻掉的话，这个其实也违反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平性跟法的一个安定性。另外，呼吁民众党起义来归，不过民众党总调黄国昌回应，这案件无伫民众党团的优先法案名单当中。救国团也回应对立委提案修法表示尊重，强调政府应该善待每一个为国家服务的良善人民团体，共同创造国家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3，花莲大地动了后，有造成不少的损坏甲损失。即马所有人假做是受灾户，甲县政府来申请救助。另外，嘛有厝主认为，这水厝的顶贴干那发予厝卡，安尼补助无公平。控诉控山地动倒去的花莲市区统水大楼，破好点卡咧等电起，这受灾户照县府安全救助办法，有部分用领水厝顶贴，想不到这时阵有人冒充受灾户也来领。村里邻长还有这个主委他们的一个签认，造成一连串的一个资格的误认，那导致呢这个金额的发放呢，我们后续还要进行追回，那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刑法上的一些疑虑哈。市区有真侪受损大楼，拢在等耐震补强或者是电起。这段期间受灾户，唔是所有人拢会领到水厝津贴，要有实际大的事实，亲像无住伫内底，厝主都无法度领。有人感觉真无公平。老人他是靠这个租金收入为生啊，那这个部分如果没有了，他是不是什么都没有？那还有就是说，他有一些年轻人，他被调到台北，那他在花莲的这栋房子他是租给人家了，那租给人家他就收租金去台北去付房租啊。县府解释租金补贴政策是一家3人以下每个月补助8,000，4人各加2,000，上济8人1,800。帮屋所有权人若有大的事实就用补助24个月，男士所有权人按过有实际咧大就用补助12个月。会针对这个补助实际居住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人他虽然他是属于这个所有权人，可是他其实他另外有地方住。原则上，我们对于这个受灾户的协助，还是着眼在他目前有没有地方可以居住。部分厝主事后表示，地动了受灾户各种救助津贴，以一家4个人，随人会领到政府的民间救助金到69万，厝主才能领到3万。因也清楚目前政策，帮乌送就那个补助重点是伫未来定期，按不即马无收支是事实，希望县府中央应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甲国外诈骗集团交结来甲民众拐钱，警方发现到受害者互因拐去伫特定的 App 开钱买股票，看起来是有赚到钱，毋过其实拢是有人伫后壁咧操作的假象。敢若这半当就有超过70个人去报案，损失超过2亿，甚至有退休的民众互骗去2800多万。1885万，现金藏伫身躯，互警方监视。查甫人受人指使做车手，摕查拉款，宣传向顶名列，搁较藏着在台车手集团，专门替诈骗集团提领赃款，查获帮派分子陈姓、祖贤等18人到案，全案依洗钱防治法、诈欺、组织犯罪移送嘉义地检署。车手集团出现，就是穿红衫的查甫人，甲境外诈骗组织交结协助提领查拉款，警方协报超过70人哄骗，财损总金额达到2.2亿。一名退休的国家投资2800多万，损失上惨重。骗人的步数透过假投资成为面册广告，将人诱到赖群组，声伊下载指定的 App 进行股票下单，若鼓吹买标股，搁较是利用股票申购条，讲向员中签，其实后台拢是向员真刚操控。我们可能就是通报那个警察机关，因为金管会这边没有办法请他们移除啊。如果说一般你在网络上就随便给你一个资讯，然后你就去下载，那个风险都很高啊。那应该要透过这些合法业者啊。诈骗防治未了，政治局讲，面对假的投资 App， 只会当通报警政机关自身无公权力，会当进行贴落来，也提醒民众为合法平台交易。毕竟钱防骗走是真歹追回，这摆财损超过亿，警方只扣到无到400万。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是鹿角菇生团季节，伫中华花坛大岭航步道嘛有真侪鹿角菇。所有民众发现到有一只鹿角菇的角去互白线个拍死角。去年同一个所在嘛有鹿角菇去互人用手泥箍箍起来。花坛乡公所表示，因会阁加强巡视，嘛呼吁民众毋通安尼来破坏生态。当年的5月是鹿角菇开始生团季节，中华花坛的大岭航步道即阵仔开始出现大量的鹿角菇，来爬山的民众拿运动可以当拿欣赏自然生态。这边有啊，因为我刚才看了一只，好像有民众也在这边看。它这个有季节性啊，大概就是这一阵子，大概1个多月吧。鹿角菇为幼虫大只了后，主要会食白加油的树叶。花坛大岭航步道即搭大约种30丛的白加油，即几冬鹿角菇复育的成果袂歹，要摄影师来遮记录鹿角菇生态。但是伊去年看到鹿角菇互人用树链箍起来，今年佫发现鹿角菇的角出现面线。年线甲白的，我要甲透袂开。我今仔早佫去，真好运，佫去我看到即只，去用白的即只，所以我就今仔专工摕迄个细机加刀去甲加条，之后我就甲救啊。它成虫阶段很重要，是它为了要能够繁衍下一代。那它那个像雄性的独角仙，它的犄角啊是要来打架用的东西。那它被绑了绳子，有可能影响它的求偶。花坛乡公所表示，鹿角菇毋是保育类动物，针对民众创治鹿角菇的行为，只会当宣导可控。目前有请步道管理员加强巡逻，卖伫网络宣导，呼吁民众千万毋通作假破坏自然生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语文康榜来看，台南大学的团队有研发一套台语、英语的 AI 互动式机器人。即马这机器人的功能佮升级，会当甲台语换做英语，佮随甲资料整理做笔记。目前这台 AI 机器人是按算为台南甲高雄地区6间学校的台语课来做示范，未来卖个推广到其他县市。台湾的红豆饼就好吃。
学生用台语对桌顶的机器人讲话，机器人随甲台语翻做英语念出来，落尾佮甲这字句做成笔记。高雄东光国小台语课出现一位无同的老师，就是这个台语、英语互动式的 AI 机器人，互囡仔会当学母语甲英语，嘛因为机器人生甲真古水，佮有动作展示，也是囡仔手咧要甲机器人互动，感觉真趣味。机器人会使互我讲台语佮讲英语，会使互我做笔记，足方便的。有这个机器人来，甲咱上课会使较趣味。这台台语、英语的 AI 机器人，拄开始机器人敢来当甲人对话、产生图片尔。今年机器人功能升级，佮会当到整理资料做网仔型的图。目前也已经推广到美国、日本等等学校，互世界各国的人通学台语。上课的时阵，互学生也是老师会使甲重点画出来，产生一个知识图。这个应该是讲，咱对学生的学习会做有帮助。一班有20-30个学生，逐个学生拢和机器人讲话讲了，咱就知影小朋友伊学了安怎，伊重点敢有抓出来。李教授表示讲，目前这台 AI 机器人会伫台南甲高雄总共6间学校做示范，未来也会推广到其他县市，互囡仔学母语兼学英文，嘛毋望未来有机会通做时代开讲的对象。记者张一辉、顾昭勇高雄报道。科技大厂台积电长期以来嘛，拢有投入人文艺术的推广教育，因佮甲国光剧团合作，入去大学开京剧的课程。即马经过训练，这阵新的演员要伫6月底头一届上台演出。穿粉红衫的姑娘伫查甫囡仔的陪伴之下优秀登场。其实，这个演员是清华大学的查甫同学，参加国光剧团校园戏剧传承计划，才开始深入学京戏。短短3档就练甲会当登台演出。这个计划由国光剧团伫清华大学、东海大学以学分课程的方式来执行。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今年是第3档。参加学生讲，因透过表演，会晓用无同款的眼光来看世界。工作那些东西就是真的很困难呐，对，而且我就是演小姐这种比较端庄，你要柔，你要弯，但是我平常就是舞台全部都是空的，但是眼睛里面就是要看到花海，对，所以现在可能我就是一走进校园，然后再看一下树啊，更去享受以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那种身处的环境。台积电真做是台湾科技业上有代表性的企业，除了培养人才，嘛投入人文艺术推广教育。京戏以外，嘛赞助推广歌戏甲创新的红仔戏。因认为人文是基础，爱先了解文化，才会当开发出服务人类的科技。基金会执行长讲，科技愈发达，人文就愈重要。越讲 AI， 其实人文精神越重要哦。AI 是为人所用，服务人类嘛，哈。那首先要知道我们人类要什么，这非常非常重要。国光剧团是台湾少数的京戏剧团，长期投入培育新一代人才的工作。因认为透过计划，让少年学生毋但伫本科有专业，伫人文顶头嘛有素养，是台湾人才创新的表现。嘛邀请大家来看戏，甲因鼓励。记者王可选、柯炳哲台北报道。台湾活力脑化推展协会伫5日节进前，邀请社区的老大人来做老师，甲国校的囡仔学白掌，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增加社区的世代交流，而且这白好的掌，嘛会当摕来照顾独居的老大人。社区的阿嬷示范包肉粽，互国小的学生看，囡仔看样对咧学安怎包肉粽。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伫5月节进前，邀请社区的老大人来做老师。甲国小的囡仔来包肉粽，把它折下来的时候还蛮难的，但是会想要把它完成。他们咱乡里面的老大人这回来参与包肉粽，哎呀，嘛有囡仔看讲过去包肉粽是端午节很重要的一个习俗活动。豆豆包个好势，水，包个红，米要扎，较好食，推起来较好食。除了老大人甲囡仔包肉粽，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都出去青蛙了肉粽，要来送互乐草乡甲新港乡一寡独居老人。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就表示，这个活动互老人来照顾一寡独居长辈，增加因的社会参与，替老大人创造价值。有这个长辈会从这个肉粽上去独居老人的家中那也慰问，也关怀。我们希望我们的独居长者，拢会当感受到过节的时阵有人咧关心伊。
做伙斗相共的，就超过小表示，别站是拢会坐家家户户拢爱无闲的工课。学生透过活动，唔但甲长辈互动，搁增加因对社会弱势的关怀。对学生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教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玉井山影真出名，最近嘛特别大出啊。有农民就烦恼讲，有贼仔会去偷挽山影，所以玉井分局是对6月开始规划8条路线、45个巡逻点，要保护农民的心血结晶。警车分别去规划好的8条路线巡逻，若拄到奇怪代志，就会随了解状况，假日也无停困。台南玉井上出名的果子就是山影，也因为安尼较顾着贼偷。为着要防止农民的果子互偷挽去，玉井分局特别规划护果子专案。那今年因为这个雨水比较少，所以产量减少，价格上升。那所以我们针对辖区的这个水果这个易遭窃的地点，去综合规划了这个护果专案的勤务。那总共分为4区8县，总共45个巡签点。那我们假日也有动员内勤的支援警力来加强巡逻。护果子专案是对6月开始，直到7月底大出的时，因为果子园真宽，为着要防贼仔，警方除了派人巡逻，也会甲农民宣导爱伫果子园内底设监视器，感应照明电火，贼仔才会唔敢入去。农民讲，警察斗巡逻，贼仔真是有较少。若迄要做菜的山影好啦，像旧年人迄个落来人嘛是。规区拢总啊拼了，景气较歹吼，就拢有即款情形。有咧巡有差，你若无咧巡哦，伊就真啊迄落。安尼袂歹啊，拄对啊巡者有差啊。玉井分局的护果子专案已经做过6年啊，警方除了会去调查各区果子园规划巡逻路线，也会甲农民安怎防贼仔，保障因家己财产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法国的新创企业合作，当来研究甲细菌放伫花卡内底，利用这款细菌来吸收空污，未来有可能会改变食物的基因来制作。这一盆一盆，亲像盆栽，搁亲像蔬菜的食物，都是这间新创企业的秘密武器。研究人员伫食物的叶啊、根，也有周围的土内底，放入特别的菌种，创造2个共生的环境。因为这个菌种负责吸收空气中的污染物。室内污染物来源真侪，包括二手烟，也有拜用的线香这种的碳化物。另外，室内装潢则会出现会散去的有机化合物 VOC 等等。一般人拢会使用空气清净机，也是讲会有空气清净功能的冷暖气机。The pollutants we target, VOC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are hardly addressed by air purifiers. Most of them cannot deal with them. So that's where nature comes in. 所以，上连做要使用空气清净机减少室内二氧化碳的污染物，机器的换气功能爱真大，路网的消磨嘛真济。另外，使用离子清净技术的清净机，也有可能制造伤过济臭氧，危害人体的健康。这个顾虑，所以研发团队使用的方法，都是和特别的菌种，伫食物的叶啊，也有根部的土内底进化。La plante est là pour créer cet écosystème, cette niche écologique pour la bactérie. Donc on a un système de symbiose entre plantes et bactéries qui fait que les bactéries sont contentes et sont capables d'absorber ces polluants de l'air. 研发团队指出，目前的做法只是第一阶段，下一步是要进行基因改造，直接用食物的代谢功能代替菌种，进行空气的清净工作。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1度至28度，中部地区21度至30度，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东部地区20度至29度。一个外岛地区21度至2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